摆正咧进行的汉光41号的演习，连锁超市全联是第一届做伙参加演练。惊讲民众伫卖场买物件时阵，拄着飞弹空袭，要安怎按照着卖场人员的引导，走去地下室来避难？内政部嘛呼吁民众准备一个紧急的避难包，万不一若拄着状况，这个避难包摕咧就会当随走去卖。 有空袭警报，请各位民众暂停购物，保持冷静。西超市洗到一半，熊熊有飞弹空袭。专业的工作人员虽引导避难的动线，不过也是出现小插曲。我可以先结账，然后等一下离开吗？因为我等一下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我不想留在这里。民众不愿配合，员工敢来当耐心解说，将所有人带到地下室，双手保护头壳固在伫涂骹，采取正确的防护姿势。这是全联首度加入持久战部署，特别选在有地下室的门市，引导民众这样疏散。 来到地下1楼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地下室空间，可以来避难、躲避威胁。我觉得很好，其实不止超商，我觉得企业哦，有地下室的，你都可以随时准备所谓的防难包。汉光41号演习，国务队战备整备，强化应变的效能。为了让演习更加接近咱的生活，今年更加结合民间的防空甲后勤的条件。 连锁超市北中南的门市，头一届共同参加模拟的防空演练。卡注重各位解放军，那真正进入台湾的都会甲城镇，咱要安怎积极来防卫？最大的民生物资的一个供销的一个体系哈，那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演练需要配合的话，我们一定是全力的这个支持。只要跟民生服务业相关的企业，无论是食衣住行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来参与哈。面对中国，倒不是来甲咱侵扰，透过演习对抗危机，正面对威胁，提升咱台湾的防卫意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